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邦叔 Uncle Bon， 卡加利嘅地產經紀。上一集咧，我幫我有個客人咧賣咗溫哥華間樓，搬過嚟卡加利，冇諗到出街之後咧有咁大迴響，有啲仲幾激添。不如今集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各路人馬對呢件事嘅睇法啊！喺開始之前咧，我重溫啲故事。我客人咧買咗溫哥華嘅樓，搬過嚟卡加利退休。冬天咧就計劃搬去大灣區避寒。佢呢個咧完全咧係一個商業決定。搬走唔代表佢唔中意溫哥華，搬嚟亦都唔代表佢中意卡加利。至於去大灣區，純粹只係一個 option。簡單嚟講，佢就係自己同自己做個 deal。你若盛開，清風自來。首先講聲唔好意思。原來我上一集咧觸動到啲溫哥華朋友嘅情緒，佢哋反應係有冇搞錯啊？有高富帥溫哥華唔住，走去卡加利呢個靈古塔，睇死佢哋會後悔。點解會有啲咁嘅反應？不如我聽下 AI 老師點講。心理學上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從眾效應 （bandwagon effect）。當大多數朋友圈都係同一城市，任何離隊嘅行為都會被視為背叛。尤其係佢哋覺得自己住嘅城市高人一等。大家如果睇過伊索寓言嘅鄉村老鼠同城市老鼠，就好容易理解呢一種反應。第二個反應就更加激，一聽見話大灣區退休，即刻腎上腺素飆升，心跳加速，瞳孔放大。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權過佢自己想過生活，唔需要咁快就立下投名狀。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粵港澳大灣區係指香港同澳門之外，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9個城市。據官方統計，長期居住大灣區嘅香港人介乎50萬至70萬，其中包括海外回流人士。第三種咧係正義超人，佢不是一啲班人咧，邊度有着數就去邊度。其實邊度有着數去邊度，好正常啫。唔通邊度有蝕底去邊度咩？揾着數唔係問題，不過要識得揾可持續嘅着數。呢一種所謂正義，其實就係伊索寓言裡面嘅吃不到的酸葡萄。老實講，邊有人唔中意着數？只係環境唔許可，誤把陳醋當成墨，寫盡半生都是酸。第四種反應屬於算死草。溫哥華賣咗間屋，攞住嚿錢過到嚟卡加利慢慢搣。冬天呢就搬去大灣區避寒，但一諗到 condo fee 地稅要白俾就噓聲。總之賺錢呢就幾多都嫌少，俾錢呢就幾少都嫌多。仲問我點樣可以申請政府嘅低收入家庭補助，同埋可唔可以返大灣區嘅時候將佢間屋放租做 Airbnb。總之就要舐到盡。喺卡加利，大部分嘅 apartment 同 townhouse 都唔俾做 Airbnb， 獨立屋可以做，但成本唔輕。Short-term rental license 嘅牌照費、保險費、請人開門閂門、清潔打掃、平台抽成，通通都係錢。最重要嘅係卡加利 Airbnb 嘅旺季係暑假，但你又未走，冬天你走咗又冇人嚟，所以真係唔 work。第五種反應係：喂，既然都搬埠啊，點解唔搬遠啲啫？Edmonton 同埋 Winnipeg 啲樓唔係仲平啲咩？社會學上有一個指數叫 Quality of Life Index， 生活質素指標，係用作衡量一個城市好唔好住。3個城市之中 ，Winnipeg 嘅屋價最平，其次是 Edmonton， 最貴係 Calgary， 但生活質素就啱啱相反。Winnipeg 最低148分 ，Edmonton 170分 ，Calgary 179分，好接近溫哥華嘅184分。今次回饋之中咧，有3種觀眾嘅反應咧，係令到我咧陷入深深嘅沉思嘅。第一個係多倫多觀眾，佢計劃賣樓搬嚟卡加利退休，目的唔係去大灣區，亦都唔係為咗坐郵輪，只係想幫助回流嘅子女喺香港買樓。真係要拍一集可憐天下父母心。呢種情況唔單止出現係華人家庭，加拿大央行嘅數據顯示，首次置業者嘅首期或部分首期，好多都係來自父母饋贈，或者由父母共同承擔貸款責任，即係所謂嘅 co-signer。從2004年，父母 co-signer 嘅個案只佔4%，但到咗2025年就升到11%，
其中以多倫多同溫哥華係最明顯。所以為人父母真係要保重身體，長命百歲。另一個 Richmond 嘅客人同我講，佢決定先買咗 Richmond 間大屋先，搬唔搬埠都係後話，主要原因係避險。尤其係大部分 Richmond 居民對原住民權利宣言法案裏邊嘅產權糾紛，仍然係掉以輕心嘅時候，走得快好世界。因為大部分人最大嘅一份資產同埋最後嘅一份資產，多數都係間屋。但間屋呢，又係最難套現嘅一種資產，所以點解地產又叫做不動產？在大溫地區，許多原住民族嘅傳統領地從未簽署過條約，正式讓俾加拿大政府。原住民堅持佢哋擁有原始權利 Aboriginal Title。如果糾紛持續升溫，唔知日後賣樓或者申請銀行貸款時，會唔會產生日價風險 Risk Premium？ 老實講咧，以上6種反應咧，我都冇。不過第7種咧就觸動到我啦，真係唔希望有一日咧發生喺自己身上。呢個觀眾已經買咗樓，攞埋嚿錢，準備返香港揾醫院開刀醫病。我唔敢質疑加拿大醫院嘅制度，但已經聽得太多輪候手術室嘅時間。呢個朋友嘅選項已經唔係生活，而係生命。最諷刺嘅係，連佢加拿大醫生都已經返咗香港行醫，實行揾真銀。香港特區政府同醫管局通過咗一項 Special Registration， 歡迎加拿大有認可資格嘅註冊醫生唔需要通過香港醫學會執業資格試，直接喺公立醫院返工，合約為期3年，不過只可以喺醫院打工，唔可以自己開業。好聽叫外援，其實係外勞。當全球搶人才之際，呢種人才回流會唔會成為常態？加拿大嘅醫生又會唔會買少見少？以上咧都係各路人馬嘅意見，唔代表本台立場。不過無論咧係回流、搬埠，抑或候鳥咧，都要明白一件事。錢咧可以計算嘅咧都係理性，錢計算唔到嘅都係感性。要作出一個符合你長期價值嘅選擇咧，一啲都唔容易嘅。心理學上有一種理論叫樂觀偏誤，意思係指大腦天生會美化未來，人類對失去嘅敏感度遠遠高過得到。因為離開住慣嘅城市，所有負面情緒都會被放大，呢個叫做損失厭惡。幾乎每一個新移民都經歷過，回流或者搬埠，只係經歷多一次。問得人多，終於俾人問翻啦，邦叔，咁你會唔會走啊？我諗都冇諗就答，翻緊工點走啊？原來20幾年嚟呢，我都當呢度係一個翻工嘅地方，翻工就冇所謂中意定唔中意啦。不過諗真一下，如果有一日瞓醒冇嘢做，失去嘅唔係一份收入，而係一個角色，唔知日子會唔會變得陌生呢？1997搬過嚟嘅紙皮箱，有啲咧仲未開封，裏邊裝啲乜嘢已經唔重要啦，反正都冇機會搬翻去。時間呢，真係話走就走嘅，唔好話1997到今日啦，就算由秦始皇統一6國開始，都不過2000幾年。換一種算法，以人嘅平均壽命80歲，一代接一代，都不過30代人。當年吹過唐伯虎桃花庵嘅風，同人吹散徐志摩嘅雲彩，而家吹卡格地嘅雪，都係時候為自己盤算一下，送首歌俾同我一樣，揾緊下一站朋友，下一站天后。站在大院前，細心看看我的路，在下個車站到天后當然最好，但華麗的星途途中一旦位高，背後會否還有他擁抱？在百德新街的愛侶，面上有種顧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風光更好，人氣不過肥皂泡。即使有天開個唱，誰